友，不如你講兩句好嘛？哦，好啊，唔該。我咧就唔係工程師嚟㗎，咁我係即係專業聯盟嘅一個成員啦。咁因為琴日 Albert 問我咧，就可唔可以聯絡下啲救援團體？咁我就即係建議揾苗圃，因為大家都好關心今次啲細路仔喺災情嗰度受到嘅死亡啊、損傷啊，好多痛苦。咁同埋學校嗰個建設咁樣嚇，咁所以就我做咗呢個聯繫。咁咁大嘅災難，我哋個個都關心。我哋係一個災難嚟講，有幾個即係關鍵嘅階段。當初當然係最緊要係呢個嘅防禦啦，咁跟住而家我諗救援係好重要。咁我哋都喺呢度咧，應該係表達一句即係關心即係災民，同埋亦都係支持嗰啲進行緊救援前線嘅無論軍民官民，佢哋都係即係喺好大嘅威脅之下進行呢個救援，因為餘震仲係繼續發生。咁跟住之後就重建啦，係咪？即係重建呢個時間以往我嘅經驗好似海嘯咁樣都要3-5年即係咁長嘅時間。咁而家呢個即係災情都係咁浩大。喺我哋關心即係自己即係祖國嘅災難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忘記即係鄰居嘅需要啊！即係喺緬甸嘅風災咧，無論喺呢個死亡或者受損嘅程度咧，超越或者係至少真係其實超越呢個地震。但係同時間咧，佢哋得到嘅援助咧，係低好多嚇。咁呢個當然有政府嘅能力、政府嘅政策嘅分別。我哋就見到其實係呢個即係嗰個制度嗰個分別係幾咁對保障貧民嗰個嘅效果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咁喺呢一度我知道Charles 佢哋成立呢個 Relief Asia 咧，我就即係致以莫大嘅鼓勵，同埋即係睇到個需要喺度。世界上有幾個唔同嘅 web 即係 Relief Web 或者係Reuters 有一個 web 都嘗試咧係以即係災難做一個主題，但係以亞洲做一個目標，同埋有中英文係咪？我諗你哋會有暫時英文先多啲啦。咁我諗你要做埋中文，咁就會更加能夠咧係將呢一個嘅發展咧係本地化。再後補充一個分享就係災難咧會越嚟越多。根據聯合國舊年發表嘅人民發展報告，因為氣候變暖嘅影響之下咧 ，extreme weathers 咧 will here to stay， 即係會不斷發生咧係非常之嚴峻嘅即係氣候變化極端嘅氣候。咁所以嗰個災情即係防災準備救援呢一啲咧，會係未來咧即係政府、民間團體加埋企業咧，應該係多啲攜手咧係去思考嘅準備嘅一個問題。好，唔該唔該陳友。咁或者我請田耀佳議員補充幾句好簡單一兩句，即係Relief.Asia 係一個好好嘅平台。第二咧就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多啲用呢一個科技咧去協助救災。咁今次咧就係International Society 同埋Relief.Asia 一齊合作。我相信咧其實只係一個開始，其他嘅科技界朋友咧應該係陸續會咧係會加埋喺呢一個嘅平台裏邊提供一啲最新嗰個嘅 assistance。咁就我相信具體嘅工作咧，喺記者會後之後繼續會跟進。
都會揾多啲嘅即係 IT 團體咧，就加以呢一個工作。好，大家有冇問題啊？即係簡單啲講講，其實嗰個即係呢個網係點樣運作，以至到佢可以幫到即係所有人。OK，個網咧，如果淨係個網站嗰部分咧，最主要就係一個溝通嘅平台。咁呢個平台咧，我哋希望係集中咗最新嘅資訊，包括係來自即係喺嗰個災區度直接係做緊呢一個救災工作嘅人士。咁其實而家已經係咁啦，喺緬甸嗰邊，咁喺中國嗰邊咧，我哋就喺度聯絡緊，咁就希望盡快喺佢哋嗰個即係救災工作可以穩定下來嘅時候咧，咁就會可以即係會有一啲新嘅資訊透過呢個平台出嚟。咁除咗呢一方面咧，呢一個平台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希望咧吸引到唔同嘅技術方案，作為一個好似一個交換中心咁樣樣。咁呢個有唔同嘅好嘅對於救災相關嘅技術方案，然後咧就喺將來咧同埋而家啦，以至到將來咧就係喺唔同嘅災難發生嘅時候咧，可以 match 咁樣配對翻落去嗰啲唔同嘅救災嘅組織嘅需要。咁所以而家我哋第一步咧就已經有咗呢兩個嘅平台，咁呢個登報同埋Sahana，咁佢哋兩個都係呢幾年之間咧，尤其是喺緬甸嘅唔係緬甸泰國嘅同埋全亞洲咧嘅嗰個南亞海嘯啦，同埋喺之前喺菲律賓同埋印尼嘅一啲地震嘅情況嗰度咧，都係當地嘅救災組織係使用過嘅。咁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喺最短嘅時間嗰度咧，利用嗰個系統咧，亦都係一個免費嘅系統，因為呢個系統係即係用開放源碼做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最短嘅時間咧，俾到佢哋一啲技術支援，因為技術嘅支援係好重要嘅，喺嗰個救災嗰度方便嗰啲救災人員咧，利用各種嘅科技，包括資訊科技嚟去令到佢哋咧嗰個效率同埋咧喺各方面嘅記錄各方面都做得好一啲。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將來呢個平台可以做到嘅，就係一個中央嘅一個 clearing house 咁樣樣嘅一個交換嘅平台，將唔同嘅好嘅技術同埋有需要嘅機構。咁另一個clearing house 嘅性質咧，就係喺呢一個募捐嗰方面。咁因為咧，我哋已經係建立咗利用一啲所謂維基嘅平台 Wiki 嗰個平台。呢個 Wiki 咧就係用戶咧，佢可以將最新最多最新嘅資料咧係可以 update 上去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形咧，喺唔同嘅災難發生嗰陣時咧，當地或者各個國際嘅救援組織或者佢哋需要捐款嘅，咁我哋咧就開放咗呢個 Wiki 嘅平台咧，就可以俾佢哋咧將最新嘅作呢啲嘅捐款嘅資料係擺喺呢個平台上面。咁呢一個嘅交換咧，就係 between 嗰啲公眾佢哋希望即係用譬如捐款嘅方法去支持呢個賑災，同埋嗰啲救援組織有需要嘅救援組織成為一個交換平台。所以始終咧呢一個都係我哋係希望係成為一個持續嘅尤其是係對於亞洲嘅天然災難嘅一個平台，一個交換。